大家好，歡迎咧繼續收聽我哋頭先嘅訪問嘅 Part Two。咁我係 Charlene 啦。Part Two 咧，我哋就邀請咗 Andrew 同埋阿總，佢哋咧都係學會嘅初期成員啦。佢哋會分享一下咧佢哋自己喺學會嘅角色，同埋咧佢哋而家嘅身份嘅。咁首先請 Andrew 嚟分享先啦。係嗱，咁其實我依家就香港聖文化會嘅副主席啦嚇。咁當初都係創行嘅嘅成員之一啦。咁其實咧我即係參與聖文化會之前呢，其實我本身都好大個先信主嘅，咁信咗主之後呢，其實我都一向都即係覺得需要關注社關啦嚇，基督徒倫理咁樣，所以呢，我喺參與明光社聖文化會之前呢，其實我係有一年時間我係去即係關心啲露宿者嘅，每個禮拜去探佢哋嘅嚇，咁後尾呢，就嚟到即係明光社聖文化會呢，就去關注社會議題啦嚇，政策咁樣，咁其實呢，就對我嚟講呢，嚟到呢都對我自己都有個啟蒙嚟㗎，一方面呢，就係其實我本身咧未信主之前咧，我都係一啲比較曳嘅，即係細路啦，即係喺 band 花學校讀書啊，咁中意講埋啲鹹濕笑話啦，咁所以嚟到呢度咧，即係就公然講性，其實對我真係冇乜難度啊，即係好解放添啊，直頭。咁其實我覺得當其時喺黃營福都係呢類人嚟嘅，所以咧我哋大家都好投契啊，好多大家一唱一和咧都幾多笑話嘅咁樣。咁另一方面咧就係可能你要介紹埋黃營福。黃營福都係嗰陣時都係創黨成員啊，亦都係即係當初嘅副主席啦嚇。咁不過佢而家移民咗啦嚇。咁就另一方面呢，就即係哲學思考上呢，其實我都係喺呢個期間呢，都好受啟文啲文影響嘅嚇，即係或者啟蒙啊。其實以前呢，我本身係讀電腦工程嘅，後尾呢，我讀神學呢，其實我讀得好辛苦嘅，因為呢，我本身文科好渣嘅，即係啲記性好渣嚇，亦都唔知點樣讀神學啊哲學咁樣。咁後尾睇啟蒙嗰啲咧，啟文嗰啲文呢，我發覺原來都係反駁佢哋啫咁樣，因為我自小成日俾人話我咧，即係中意駁嘴駁舌啊嘛。哇，咁啊其實就係將我啲中意駁嘴駁舌嗰啲充分盡量發揮就得噶啦。咁所以咧都係令到我原來呢個就係哲學，即係原來就係駁嘴駁舌咁樣。咁我繼續發揮我呢個駁嘴駁舌嘅精神啦嚇。咁所以亦都成為我之後嘅即係研究嘅方向啦嚇。我同阿 Andrew 咧完全係兩種唔同嘅人嚟嘅嚇。咁咧就聖文化會俾人嘅感覺咧好多學者啦。咁我就喺個普通平信徒嘅。咁我嚟自一間好保守嘅教會啦。咁我由細到大都好乖嘅嚇，即係我唔會講鹹濕笑話，亦都唔會做呢啲咁衰嘅嘢嘅嚇。真係好大嘅落差，你哋呢一個組合。係啊，咁你不如講下你間教會有幾保守啊？我間教會咧係好即係好着重聖經教導啦。咁好多行為都規管得好嚴嘅。即係譬如我哋返禮拜崇拜咧就要着恤衫西褲啦嚇。咁拍拖呢啲咧梗係要問傳道人啦。你中學生都唔好諗呢啲嘢啦嚇。咁有冇話直頭男女分開坐啊嗰啲㗎？就未到咁嚴重嚇，但係都係話你去街又唔好單獨啊。去旅行一男一女更加唔準啦嚇，即係都係呢一啲好傳統保守嘅教會咯。咁喺信仰裏邊嚟講咧，就其實一路都覺得即係你只要讀好聖經啊，做一個好人咁就解決晒所有問題啦咁。咁去到大專嘅時候咧，就有啲衝擊啦嚇。咁當時如果大家都記得咧，有位學者咧有本好出名嘅書啦嚇，咁成日都會挑戰基督徒啲理性嘅。咁佢哋最出名嘅問題就話，到底神可唔可以做一個舉唔起嘅石頭咧？咁嚇，咁當時啲同學咧就攞呢個笑話去質啲基督徒嘅，即係話你啲信仰都唔可靠嘅，神都做唔到咁嘅嘢咧咁嚇，咁都幾困難嘅，都嗰陣時做基督徒都。咁後尾咧喺一個聯校嘅大專 camp 裏邊咧識咗啟文啦嚇，咁啟文咧就後尾開咗啲護教講座嚇。咁咧就拆解神做咗得到一嚿舉唔起嘅石頭咧咁佢講話呢個其實根本係邏輯命題嘅問題，就唔係即係唔使擺神落去嘅，擺 X 落去咧，咁你根本個邏輯係過唔到嘅嚇。咁跟住佢又有啲講座講下到底信神係乜心理作用咧咁嚇。咁嗰陣時覺得原來信仰有得解嘅喎。有可以理性嘅方法去處理嘅喎，咁識咗啟文之後你就跟住佢啦嚇，即係都唔知好彩定唔好彩啦嚇，咁跟住佢咧就開始知道好多公共議題開始有啲睇到啦，有啲感動要去做一啲嘢啦咁當時咧就頭先都提過一啲連環圖啦嚇，咁連環圖咧嗰陣時就係啲普通青少年好中意睇嘅讀物啦嚇，咁原來咧佢哋為咗增加銷量喺中間攝幾頁彩頁落去嚇，咁咧就嗰幾頁彩咧就係3點不露嘅啫，另一個筆啦，係啦，係咁當時啲人咧都冇懷疑嘅，咁覺得細路仔睇嘅嘢有幾複雜啊咁嚇，啟文開始講座啊，又揭晒啲嘢出嚟啊咁，哇！全部啲社會嘅人譁然啊，啲家長啊、老師啊咁覺得，哇！原來啲嘢係咁樣嘅咁佢哋開始就做一啲調查啦嚇，去到頭先提過啦嚇，即係話一啲學生原來俾佢影響到好多，即係譬如話原來
佢經過調查話，如果強姦唔使俾人拉嘅話咧，有40幾個%人會做。係啊，咁所以嗰陣時就開始有啲行動去做啦，即係我哋去立法會啊，去報紙啊講座咁嗰啲去講呢啲嘢啦咁。咁到最尾係真係有個效果喎。嗰陣時咧後尾就立法咧就呢啲連環圖要包膠袋咁原來第一次做完之後咧，發覺原來基督徒咧嘅信仰咧唔係淨係喺自己頭腦裏邊咯。即係咪話即係包膠袋呢一個法例係基於你哋叫做開始咗呢個討論，直接影響到嘅一個社會現象？嗰陣時佢哋已經有包膠袋，不過咧呢啲連環圖就唔喺包膠袋嘅範圍裏邊咯。即係經過咗呢啲事件之後，就逼佢哋一定要全部包膠袋，同埋唔準賣俾某啲年齡底下嘅小朋友咯。咁真係好大影響喎，其實。係啊，跟住過咗嗰幾年之後，呢啲連環圖都真係收斂咗好多，同埋消失咗。咁我覺得係嗰次嘅感覺就覺得原來基督徒可以喺社會上做少少嘢，幫到個社會㗎咁。頭先聽你咁講咧，話原來信仰有得解嘅呢一個諗法咧，可能喺而家好多基督徒嘅心入邊咧，都仍然係一個疑問嚟嘅。係咪即係反映咗咧當時或者甚至係入某一啲嘅基督教教育咧，其實係變相令到大家以為基督徒冇得解，基督教冇得解嘅咧？其實我諗嗰陣時係比較重權威嘅，即係牧者講嘅嘢咧，你就唔好問點解咯嚇，即係你跟住做就得啦。你問點解？叫你只要信，不要問啊嘛。同埋問嗰啲咧，其實佢覺得會係反教咁，所以教會嗰陣時好怕大專學生噶，即係驚我哋嗰啲咧問完問題之後搞唔掂。咁好特別喎，睇嚟咧，即係聖文化學會咧係吸引咗。即係譬如 Andrew 同阿總已經係好唔同類型嘅兩種學生啦。當時一個就好乖好保守教會，一個就本身都好曳㗎啦，都反駁開㗎啦，亦都睇開呢一類嘅色情刊物嘅，都覺得冇問題啊。以前我唔係睇開嘅，唔係睇開 ，OK，我懷疑你睇開講啫嘛，講同睇兩回事。係嘅係，我講錯咗，係講開，即係唔係睇開。咁但係咧都被呢一個學會嘅一啲提倡去轉化咗啦。咁你覺得係咪都同你哋嘅自身經歷同個學會提倡嘅嘢係咪都即係息息相關呢？其實我會睇到呢，就係聖文化會成日都俾人哋覺得係佢針對友會啊，或者做啲激烈去行動去阻止人哋。其實我入咗嚟咧，發覺其實唔係，大家都好理性討論，即係其實我哋咩嘅嘢都可以傾嘅。咁同埋我哋都係好平和嘅。即係我哋會睇咧就係到底理性上面咧點去睇啲問題咧？神點樣睇呢啲諗法咧？即係我哋其實係想用一啲理性方法去揾翻到底社會文化點樣樣咯。即係其實佢係一種另類嘅傳播方法嚟嘅。即係我哋以前就係喺街度派單張啦。咁佢呢個做法咧就係話我改變個社會嘅土壤咧，令到個社會比較人性化啲，比較公平啲，比較合理啲。咁咧就人喺裏邊咧生活得就會比較即係多啲空間去思考信仰咯。我覺得係咁樣。即係的確係嘅，即係其實過去咧，我都係有啲不滿咧，就教會圈子咧好多時講即係信仰啦嚇，即係都係講聖經點講嚇。咁但係面對好多社會嘅挑戰啊、世俗嘅思維嘅挑戰咧，其實係回應唔到嘅嚇。咁有時唔係就係話教會保唔保守啊，而係即係的確坦白講，傳道人佢自己都唔識回應咁。即係問題就係嗰時神學訓練都唔夠去回應呢啲。咁所以我覺得聖文化會即係嚟到呢度係即係幫助我哋。即係我好知道對於年輕人嚟講咧嚇，佢唔係單單淨係一個聖經嘅答案咯嚇，佢都需要，因為佢都係面對緊即係世俗社會好多思想嘅挑戰嚇，咁所以我覺得我哋係需要做更多嘅信仰嘅即係思想嘅整合咯嚇，即係去回應呢啲挑戰咁樣咯。咁我覺得聖文化會呢方面係有佢獨特嘅貢獻咁樣咯。其實我就唔係學者嚟嘅，咁我發覺可能啲人都標籤咗要睇好多書啊，睇好多嘢先明咯。但其實原來都唔係咁複雜嘅，即係其實啲道理好簡單，你慢慢去聽，咁其實又明白得到，同埋其實對自身都係好多好處。我覺得頭先提到咧，即係可能過去嘅一啲論述或者教會咧，都唔能夠好適切咁樣回應到嗰啲社會議題啦。可能淨係講聖經唔準乜，聖經要點，但係咧就冇咗一個比較落地嘅論述啦。咁可唔可以都分享下你哋喺加入咗學會之後，你哋做過一啲乜嘢嘅工作去幫助呢一種另類傳福音啊，去回應社會議題啊嘅工作呢？嗱，我自己咧舉個例啦嚇，即係當初開始去學校去講同性戀，啱啱講嘅時候咧，其實就即係都係唔知點入手嘅嚇。咁除咗即係你話我知道聖經咁講嚇，咁嗰陣時我都知道唔可以單單聖經咁講啦嚇。咁我都會嘗試即係揾下一啲即係醫學啊，即係社會學嘅一啲統計啦嚇。咁就
就起碼講 statistic 啦，係咪？即係咁即係社會學啊，即係過去統計啊，即係同性戀尤其男同性戀，即係濫交就比較多喎，咁樣就性病都係比較多喎嚇，咁但係咧，我一講呢啲咧，其實咧啲學生都好唔即係覺得我歧視佢哋，即係一嚟已經覺得你有立場，你歧視佢哋咁樣嚇，即係咁所以嗰一次 talk 之後咧，我就都覺得係要好小心啦，即係唔單單係要有 fact 啦，而係你唔單單有理據有數據，亦都會諗點樣去即係讓啲年輕人可以接受方式去一步步講嚇。咁所以咧，我就諗我就覺得咧，年輕人其實佢哋未必一定係好有立場嘅，即係其實佢都係 open 嘅嚇。咁但係你要讓佢即係點樣去由淺入深啦嚇，一步步佢有興趣嗰啲題目開始講起啦嚇。咁所以就變咗我之後咧，亦都係開始諗點樣一步步由淺入深，一啲冇咁爭議性嘅一方面嚇，同埋佢有興趣嘅嚇，即係點樣即係同性戀同異性戀咩分別啊，同雙性戀又點分別啊嚇。咁就佢哋有啲咩故事啊嚇，即係或者佢哋有咩即係點解會同我有咩唔同啊嚇，即係我有一啲冇咁爭議性嘅嚇，即係一步步踏入去咁樣，亦都好想其實個過程咧都俾佢感覺嚇，我哋係即係都了解，亦都係同情佢哋，我亦都係想帶出係真係關心同性戀嘅個信息嘅，因為其實我都即係知道不少同性戀者其實佢成長入邊都好多不少嘅掙扎嘅嚇，咁我覺得我哋都唔可以單單淨係同道德立場啦，亦都要了解佢哋嘅掙扎嚇，亦都係俾大家知道去關心下。咁啊先再落去到討論道德議題同埋政策議題咁樣，就由淺入深啦嚇，由一啲冇咁爭議性嘅去到比較爭議性嘅咁樣，咁就會比較容易啲去進入佢哋嘅世界啦嚇，即係同佢哋討論咁樣。咁依家我知道安然直頭更多係用故事啫嘛，咁我覺得呢個更加好啦嚇，即係更加有趣嘅方式嚇，咁就所以呢個點樣去同佢哋去即係討論咧嚇，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學習嘅過程嚟嘅其實。其實學會咧好多元化嘅，我哋就唔喺前線咯，我就最主要對 friend 同家庭有興趣，咁我就負責帶一個 friend 同家庭組，咁其實都係做一個 coordinator 嘅角色啫。咁入邊有好多神學院嘅老師啊，有社工啊，有做輔導啊咁樣嚇。咁咧大家就去研究下到底婚姻同家庭喺當日嚟講咧，其實都開始好難啊嚇。咁都發覺想做一啲嘢。咁原來嗰陣時嘅調查發覺咧，喺70年代到80年代到90年代呢個離婚率一路直線上升嚇。咁今日大家麻木咗啦，但係當日嚟講好震撼嘅。即係原來唔睇個數據唔知道咯，睇翻呢就知道原來去到2000年左近呢，每3對有一對離婚收場嚇。咁而家好似兩對有一對啦嚇。咁嗰陣時我哋就會覺得婚姻同家庭我哋都要去做一啲嘢啦咁嚇。咁所以我覺得係我同阿 Andrew 就係兩條完全唔同嘅路嚇。咁我哋嗰邊就好平和嘅嚇，即係都係討論下啲婚姻家庭啊，同埋我哋後尾就研習完之後咧，就跟阿啟文就俾一啲材料我哋啦，我哋 study 下啦咁就會去教會度教主日學咯嚇。咁甚至喺講道度去有啲部分去分享咁樣嚇。咁分享裏邊咧其實都好得意啊！即係初接觸啲青年人咧，又係同而家好唔同啦嚇。當日我記得咧有個中學生嚇，咁佢哋婚姻家觀念咧都叫會結婚嘅。咁佢話一生人裏邊咧，佢希望結2次婚。咁第一次咧就預咗會失敗嘅，咁所以佢咧就早啲結咗婚，第一次失敗完之後咧就再結婚咧，第2次就會好噶啦。先見之明我有。到今日嚟講，啲人唔結婚噶嘛，係即係發覺原來當日嘅學生已經有呢咁嘅概念。咁我哋去講解咧點解要一夫一妻制啊？點解同居唔好啊？咁好有數據支持嘅。即係原來咧同居同婚姻佢做咗個研究比較。咁咧原來同居咧係窮呢個家庭即係等於結咗婚嘅家庭唔知1/4嘅財產嘅平均財富。咁男人就短命啲嘅，唔知係短10幾年命咁。咁婚姻其實有好多好處咧，原來係同居俾唔到嘅。咁同埋情緒穩定啲各種嘅嘢咁。咁攞啲數據出嚟咧，啲學生好有興趣嘅，即係佢哋冇諗過原來點解我哋堅持要一夫一妻制啊？點解唔可以同居啊？其實有原因嘅，即係唔係話聖經唔俾啊？又唔係話教會嗰啲人唔準啊咁其實係對佢哋好有好處。咁我記得有次講到話即係佢哋嗰陣時就話其實我哋睇好多傳媒嗰啲影響咗咧，見到啲女仔好靚啊咁講。如果你想有個好嘅婚姻，就唔好睇咁多呢啲嘢啦，因為你發覺第二個老婆唔係咁樣樣咧，你會發覺你過唔到日子嘅。但原來老婆唔使咁樣樣都可以過得好好。一個期望管理係冇錯。咁睇嚟咧，即係兩種嘅模式咧，都可以做到性文化嘅一啲倡議。即係頭先 Andrew 嗰種可能比較係 debate 嘅啦，即係
同啲學生去辯論嘅啦。而阿總嗰一種咧，可能頭先你自己就話比較平和啲啦，可能係用一啲理論同埋研究數據去説服大家，其實咧都係有道理嘅。聖經倡議嗰啲價值觀咧，唔係冇根據嘅。咁我都想聽下咧，即係頭先都提到。其實同個社會對話啦，同年輕一代對話啦。咁你哋兩位各自其實都係爸爸啦，我知道都有小朋友啦。其實你哋覺得同 Gen C 或者 Gen Alpha 喺性議題嘅溝通上面呢，有冇啲乜嘢可能俾你哋有學習啦，或者係有一啲挑戰同困難嘅呢？我係3個孩子嘅父親啦嚇，咁啊，我最大嗰都24歲啦，最細16歲。咁其實喺接觸得性文化會嘅多咧，就發覺原來同佢哋討論咧，第一樣嘢就唔會尷尬先啦。以前細個好尷尬噶嘛，同阿爸講呢啲嘢嚇。咁第二咧就係發覺其實性教育唔係講嗰個行為嘅教育咯嚇，咁啊真係講嗰個人同人相處啊，點樣尊重女性啊，點樣去組織家庭啊咁。咁從呢個角度講咧，其實冇尷尬嘅，即係因為我唔係淨係講嗰啲嘢嘛。咁佢哋都會成日問我哋，問我點解同我太太拍拖啊？點解會結婚啊？點解會走埋一齊啊？點解建立家庭啊？咁我覺得係呢個係學會俾我哋一啲好正面嘅教導咯。咁我有陣時睇翻唔知真定假咧，就係而家政府嗰個性教育都改善咗啦嚇。我哋以前細個係男女分開上噶嘛，收埋黑掹掹咁樣。係啊，我當年都係男女。你都分開上㗎？咁我同佢年紀可能差唔多啦。答唔到添，係啦。咁以前好避忌㗎嘛，一直都冇進步過，政府去到而家先進步，你應該話。係啊，嗰陣時男仔女仔你又唔知隔離班女仔講咩㗎嘛，又好神秘咁樣出咗嚟，真係好尷尬咁樣㗎嘛。咁到今日可以自由啲去討論啊，同埋佢哋都會提倡翻成個教育概念，唔係淨係講嗰個行為咯，即係話成套咁樣落。咁我覺得都係一個社會上比較好嘅。係咪即係包埋價值觀同埋態度多一啲，唔係淨係個行為？係啊，冇錯。不過分開上我都明白嘅，因為啲男仔就好曳咁嘛，即係一齊上咧，一路咩男仔又會笑又講啊，咁啲女仔又會好尷尬咁啊，所以呢邊係曳嘅男仔嘅代表。係啊，所以我好明白。呢邊係乖嘅男仔。如果你將我同啲女仔一齊嗰陣時分開上咧，一定係好好玩啊！可能個老師講唔落去，你哋呢啲反駁嘅人，淨係要控制個課室情個秩序都有啲困難。都係嘅，所以就唔尷尬啦，因為都可以有一個更加豐富嘅角度去討論啦，唔係淨係喺一啲容易令人尷尬嘅行為上面啦。咁啊 Andrew 又有冇？其實就冇，我又冇特別補充嘅。其實就主要因為我老婆都好多參與，即係佢哋都成日都同啲小朋友傾㗎啦嚇，咁所以就去到我嗰度就唔係好多我要講。不過即係有次真係我嗰陣時個仔好似大概7、8歲，就都係問關於佢點嚟啊咁樣，即係牽涉到即係我即係要再問落去，我同太太點樣生佢咁樣，即係真係要即係去到個即係講性交嗰啲咧，即係。咁我嗰陣時都好猶豫點樣咧，因為我嗰陣時好似仲好細喎，即係我覺得應該會講，但係就係咪呢個時候講咧？咁所以嗰陣時我都冇，即係都係有啲猶豫嘅，都冇答到嚇，因為我知道依家其實佢過多2、3年，其實都會講，即係或者我太太都會講啦。咁所以我就當其時即係雖然我都不嬲覺得家長應該主動去講性教育，咁但係咧。有時可能都的確要考慮埋個小朋友個歲數係咪適合嘅嚇，咁就太細可能真係未必太適合嘅嚇。係啊，阿總係咪有啲？係啊，同埋我諗教育唔係淨係口講咯，即係譬如你夫婦點樣相處啊，點樣同佢一齊啊。即係我諗而家啲青少年最大嘅問題就係同父母個隔膜好大咯，即係大家唔係好識同細路仔相處。咁我覺得呢度係反而係我哋想着重嘅嘢咯。係，同埋性教育都唔係淨係講性交教育嘅，坦白講，即好似嗰時嚇咩，其實即係兩性相處啊嚇，即係點樣保護自己啊，即係。咁就點樣建立一個即係性別自信？呢啲其實都係性教育嘅一部分嘅，所以我覺得就即係當我哋今日講性教育就唔係淨係講嗰樣嘢，即係我諗我哋喺性文化會入邊，亦都即係喺呢方面認識越嚟越深啦嚇，即係了解性都唔係淨係性交啦，即係真係即係包括即係全人啦嚇，關於個身份啊嚇，個自我形象啊嚇，同埋兩性關係啊呢方面，其實都係一個好闊嘅話題。其實我自己咧嗱，雖然頭先好似話即係阿總係研究。即係婚姻家庭啦，我研究即係可能同性戀啊、色情資訊啊、性文化咁。其實我自己喺度研究落去咧，我發覺係 merge 㗎，因為咧原來其實好多時點解我哋即係關心呢啲即係同性戀啊、色情資訊呢啲，其實
但係背後咧都係因為牽涉成個婚姻家庭價值，即係我一路研究落去，我發覺係嗰個係 fundamental 嚟嘅嚇，即係其實係點樣，即係講緊點樣建立一個係啦，即係點樣建立一個好嘅婚姻嚇，一個好嘅家庭嚇，其實呢個都係社會嘅基礎嚟嘅嚇。咁其實我自己一路研究，即係一路研究呢方面課題咧嚇，其實我都仲留意到一樣嘢嘅，就係喺中國華人圈子咧嚇，即係雖然都好受西方嘅性解放影響，咁但係咧。無論即係嗱，台灣都解放啦，即係但係咧，的確咧，即係喺華人圈子咧，嗰個開放程度咧係冇西方咁快嘅。可能一路慢慢都覺得好似華人圈子有啲某啲嘅元素文化咧係好似係阻擋，即係多少可以阻擋到性解放嘅衝擊。咁後尾我自己有機會喺學院啦嚇教中國家庭文化啦嚇，咁我先發覺原來中國嘅家庭文化，原來中國本身咧成個儒家思想或者家庭文化，即係嗰個社會文化咧都好重視婚姻家庭嘅。咁我哋咧其實都喺咁，即係一方面受教會影響啦，但係一方面其實都係受傳統嘅即係中國家庭文化思想影響啦嚇。咁所以咧其實呢兩個咧我係覺得係一個好好嘅結合嚟㗎。咁就多少係喺面對呢個性文化衝擊咧嚇，其實我就覺得即係華人基督徒嚇，即係的確喺抵擋呢個性解放方面咧嚇，我覺得係比西方嘅基督教咧係有相當嘅即係力量嚇，即係相當貢獻咁樣。雖然都係好唔容易㗎啦，咁所以亦都引發咗之後我自己去研究下即係中國家庭文化同埋即係基督教嗰個即係倫理啦嚇，嗰個整合啦嚇。咁我亦都寫兩本書啦，關於中國家庭文化嚇。咁我覺得所以呢個亦都係喺參與性文化會過程當中咧一啲嘅啟蒙啊嚇，即係原來即係自身嘅嗰個中國文化都好多來源都值得去即係睇下點樣同基督教信仰可以做進一步整合咁樣嘅嚇。我都同意阿 Andrew 講嘅，即係雖然我哋兩個好似好唔同咧，但係其實到最尾都走埋一齊嘅，因為我哋睇到咧就啟文創立咗個形容詞叫逆向歧視啊嘛嚇。咁當時咧其實大家唔明呢個咩概念啊，而家就開始大家都接受得到，就係原來佢哋個概念咧，只要成立咗立州法之後咧，反而我哋呢啲咁嘅諗法嘅人就唔可以出嚟講。咁呢個對社會有咩影響？譬如對家庭嚟講都好大影響。我哋後尾做研究發覺咧，原來一啲贊成同性戀嘅文化咧，其實會消失嘅，即係個國家會滅亡嘅嚇。咁所以我哋其實守住呢條戰線咧，其實就唔係淨係為咗自己啊，而係真係成個文化嘅好處咯。你意思係當嗰個國家有更加多人去贊成同性戀嘅文化，會導致嗰個國家滅亡？係啊，冇錯。喺歷史上邊呢，佢哋話羅馬帝國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就因為佢嗰個文化開放咗呢，打破咗家庭個概念，咁變咗你個家庭一散咗呢，個文化就好難維持落去。即係家國嗰個冇錯觀念。係啊。好好奇呢，頭先即係大家都提到中國傳統家庭文化啦，但係咧如果放喺呢一代嘅人眼中咧，會唔會更加多係一種束縛啊、封建啊，而唔係一種回歸去嗰個根本嘅一個論述呢？即係反而越多講傳統，越多講中國儒家思想，反而會令到大家聽落似係一種束縛多過而家好提倡自由啊嘛，大家要實現自我啊嘛。唔係，其實依家就一方面就即係好多即係中國傳統，即係尤其儒家思想，即係好多好束縛性嘅，以前係有嘅，但係依家咧其實坦白講都失落咗好多啦。即係喺現代社會嚇，即係舉個例，以前好重視去即係祭祖啊，即係之類。依家其實我都唔覺得好多新嘅即係年輕一代嚇都好重，即係着重即係祭祖呢樣嘢㗎啦。咁就我係覺得好多嘢都鬆咗好多㗎啦嚇，咁但係咧就依然有啲影響喺度咯。我就覺得喺文化深層上依然有啲影響，好似都係依然重視孝道啊嚇，都依然都係覺得即係婚姻家庭都係比較重視啦嚇，即係相對地嚇。其實我覺得尤其是 Andrew 你都仍然喺大學嗰度有教書嘛，咁你接觸而家嘅大學生，如果同佢哋討論呢啲議題，佢哋會唔會用一種你咁樣嘅論述係束縛緊我哋嘅自由嘅呢一個方向去同你有討論呢？唔係，其實我諗我哋都係一個，如果我教書就係一個反思性啦嚇，即係以前係啊，即係你話以前都係一方面我哋會講，即係搞清楚嚇，即係你冇以為以前係三妻四妾，以前都一夫一妻嘅，不過只係多妾制咁解嘅啫。咁會講佢由來啦嚇，即係當時社會咩文化因素嚇，咁然後依家現代點樣睇翻呢樣嘢咧嚇，咁就以前係的確係媒妁之言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嘅嚇，咁但係因為以前喺小農社會嚇，即係喺小農社會嚇，大家根本就唔識大家，唔似喺現代社會
即係大家好多認識嘅機會咁樣，同埋當其時啲年輕人仲好細嚇，即係就會結婚咁樣。咁所以我諗會幫佢了解翻當其時嗰啲文化點解咁樣嘅考慮嚇。咁嚟到今日有啲咩依然啱用，有啲咩已經係唔啱用。咁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即係亦都係可能，其實基督教都係㗎。其實以前基督教傳統都係好多好保守嘅一啲要求，其實今日都未必完全啱用㗎嚇。咁所以就即係頭先講啦，係咪？即係有啲教會以前男女分開坐啊嘛，係咪？即係今日都唔會啦，係咪？即係咁，所以就我諗，即係呢個過程成個過程都係一個面對一方面面對現代嘅世界啦嚇，好多新嘅挑戰，亦都係重新去反思嚇過去嘅信仰或者傳統咁樣咯嚇，一個重新嘅思考整合嘅機會咯嚇。好欣賞呢 Andrew 喺你嘅分享入邊呢，其實提到一啲你自己嘅反思同埋更新，即係你話一開始可能喺立場行先嘅嗰啲辯論嘅環節呢，就會令到嗰啲學生已經覺得你立場同我唔同啦，我冇計傾啦。咁你後來就慢慢嘗試咧去進入對方嘅世界，由淺入深咁樣去探討呢啲議題啦。咁亦都討論到可能舊時一啲基督教嘅教育或者一啲傳統儒家思想嘅教育呢，都已經唔合時，所以咧會不斷咁樣去改變啦。都想聽下兩位呢喺25年嚟啊，喺學會裏邊嘅一啲工作裏邊呢，你哋自己有冇一啲對自身嘅更新同埋反思呢？即係可能以前你係咁諗嘅，不過經過25年呢，其實有一個進程，有個心路歷程呢，係有一啲嘅更新同埋改變。又或者做咗爸爸之後啊，或者啲仔女有唔同嘅年紀，跟住唔同階段，你哋又會接觸更加多唔同嘅聲音同文化啦，即係隨住個社會變遷啦，你哋又會有啲咩改變呢？我諗係對於我嚟講呢，譬如婚姻呢，以前可能成日都覺得係兩個人嘅事啊嘛，即係總之我一男一女開心咁咪走埋一齊建立家庭咯。咁原來睇翻婚姻裏邊有好多意義喺度嘅，無論對社會啦，對自己都好多意義喺裏邊。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收穫嚟嘅。即係譬如今日嚟講呢，好多人都好怕進入婚姻裏邊咯。即係好多人而家同以前唔同，就以前離一次婚啦，而家啲人淨係唔進入婚姻度嘛。我聽安然上次講座，啲人索性連拍拖都唔拍啦，佢覺得太麻煩。但係原來婚姻裏邊呢，我哋好多艱難啊、矛盾啊、衝突啊，咁其實都係一個成長啦，都係讓我哋認識神嘅一個機會咯。咁所以我覺得喺呢25年裏邊呢，其實一路都係一路去學。我呢啲唔係學者啦嚇，咁但係其實又好實際嘅，即係嗰啲知識呢，又唔係話一啲即係一定係是非黑白嗰啲問題咯，而係真係你睇到神個設計個成個社會點樣走喎，嗰個家庭點樣維持啊。咁我哋作為基督徒呢，如果能夠建立一個比較親基督教文化嘅土壤呢，其實對整體社會好，同埋我諗對整個國家都好。即係所以，我覺得係呢個，我覺得係個收穫好大喺度。我一方面呢，即係頭先都講到，即係成個參與啊、反思研究過程都即係重新發掘個即係傳統中國文化嗰個價值啦嚇。另一方面就係即係都會覺得性文化議題啊或者社會議題其實都係有多重即係幾複雜同埋多個層次嘅嚇。即係以前好簡單一講同性戀同性戀係罪啦，即係好簡單就係一個層次嚇。咁但係呢，即係嚟到呢度呢，係學習呢，的確發覺係多好多層次。佢有佢嘅掙扎，有佢成長，有佢心理嚇，亦都有佢身體醫學嗰方面嚇，亦都有道德倫理嚇，亦都有社會政治嚇，即係多個層次。咁有時多個層次未必每一個層次都一定基督教係會反對噶嘛。即係簡單啲就係即係可能佢嘅成長好多嘅掙扎，其實我哋應該多去聆聽，多去關懷係嘛。咁其實就但係去到法律嘅層次，可能佢會對社會好多影響，咁可能我哋就會反對啦嚇。咁而且呢，有時呢，我喺參與過程呢，呢兩個層次呢，係有時都有啲張力嘅。其實坦白講，我都講我以前即係參與即係聖文化會即係同埋明光社侍奉之前呢，我係去關心即係啲露宿者嘅嚇。即係以前我係即係覺得去關心啲被邊緣嚇，即係一啲即係被排擠嘅人咁樣嚇。咁但係呢，嚟到參與即係聖文化會啦嚇，咁好多時喺政策上我都係表達一個即係叫反對立法嘅立場啦嚇，咁變咗就好似企咗喺同性戀團體嘅即係對立面啦嚇。咁尤其係當中嚇，過去我做青少年導師嘅時候呢，嚇，有學生嚇，原來後尾佢係即係先知原來佢都係即係同性戀者嚟嘅嚇，咁都關心佢啦嚇。咁但係問題就係喺政策立場上就變咗，即係佢又持咗一個好支持嚇，咁變咗呢，係我都覺得有啲遺憾嘅，即係好似即係其實我係好關心。嗰個年輕人，佢今日唔年輕啦，但係始終個立場即係走埋變咗係好似對立面咁樣。咁呢個我諗呢個張力呢係好難兩者兼得咯嚇。即係我哋講，我哋知道我哋即係信仰立場啊，即係道德立場即係可能係堅定嚇，但我哋關心佢哋。但係有時呢兩者呢，即係喺對方可能佢未必可以接受到嚇。咁即係有時呢個都係可能一個
一個好難兩者兼得嚇，一個好難平衡一個位咯，我覺得。所以呢個好多人誤解嘅，即係覺得我哋反對同性戀者咁。其實我哋就算所謂異性戀者，其實同性戀者所面對嘅性問題一樣嘅啫，即係一樣好多掙扎好多困難。不過我哋就可能冇浮出嚟俾人哋鬧啫。咁所以其實我哋係個態度係，其實我哋同嗰啲人可以做朋友嘅，但係立場就唔可以接受咯。咁呢個係維護個社會個整體結構啫。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會好有意思嘅，即係大家唔認識嘅咧，就應該嚟聽下安然講嘅講座啊，了解多啲咧。其實係啊，其實對我哋嚟講知多啲咁，對我哋無論將來婚姻啊家庭都係好有好處。係，我聽得出咧，喺兩位嘅分享入邊都有一種期盼啦，同埋有一種好真誠嘅心啦，唔想因為立場行先呢而阻礙咗一啲好真摯嘅關係嘅建立。其實咧，即係兩位都好有一種即係好想關懷年青人嘅心嘅，就唔想呢因為嗰個立場企咗喺一個好似非黑即白嘅對立面，同埋頭先 Andrew 都提過有好多唔同層次啦，有立法嘅層次啦，社會建構嘅層次，亦都有人際關係嗰一種嘅層次啦。咁其實都好希望咧，大家聽完或者係大家都自己可以有一個反思啦，就係你嘅立場堅定之餘呢，都唔一定等同會破壞個關係嘅，就可以希望少一啲遺憾啦，有多啲對話嘅空間啦。